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中原地產杏花邨分行嘅 Esther， 今日咧想為大家介紹係位於柴灣嘅呢個係永利中心啦，而且步行去港鐵站係幾分鐘啫。單位內部都係全新嘅裝修。未介紹之前，大家可以 click 我頭像 WhatsApp 咧就可以聯絡到我啦。而家即刻帶大家去參觀一下先啦。一個屬於260尺嘅單位，非常之實用啊！入到門口冇玄關位置，見到呢個客飯廳非常之闊落。咁跟住咧就睇一睇呢個廚房先，咁廚房嘅家電都一應俱備嘅啦，雪櫃、洗衣機啦，業主都打造咗上下格嘅收納空間、電磁爐。咁出翻嚟咧，呢個位咧就係有個擺埋個電視機櫃添。咁我哋推開門嘅咧個位置咧就係一個浴室洗手間啊，企缸式設計啦，明窗，仲有一個鏡櫃添嘅。咁啊，業主都精心打造，全新翻新過嚇。咁跟住睇下房間先，咁房間咧擺到呢個6尺床都絕對得啦。呢度比較台光度都好光猛，好多窗口啦。咁我哋望一望翻出去景觀咧，開揚啊景觀啊！呢度咧就有放到個大嘅衣櫃。咁其實呢個位置咧都可以擺書台或者化妝台都絕對冇問題。呢個相當之闊落嚟。再出翻嚟睇一睇，大家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咧，除咗可以 click 我頭像 WhatsApp 之外咧，亦都可以直接打電話俾我嘅。咁大家記住我電話號碼係98689974，我就會即時回覆大家啦。大家如果想類似有同類型嘅單位有興趣咧，可以歡迎直接查詢了解嘅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